因此，我哋懇求你，使這些兒童脱離現在的我束會縛。為各位兒童放手。各位代父母，你們的子女將藉水和聖神獲得新生，成為天主寵愛的子女，將在這統一的信德中領受洗禮，為得享天主以來的自由，你們願意棄絕罪惡嗎？願意。為脫離罪惡的奴役，你們願意棄絕引人犯罪的人地事物嗎？願意。你們願意棄絕萬惡之源的魔鬼嗎？願意。各位父母、代父母、全體教友，你們信全能嘅天主聖父創造天地嗎？信。你們信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天主的唯一聖子，由童貞瑪利亞誕生，受苦受難，死而復活，現今在天上，將來以光榮地再來嗎？信。依連，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給你付洗。所以咧，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給你付洗。依諾，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給你付洗。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給你付洗。